明白晒，冇問題啊！老師簡直就係 piece of cake啊！放心，將呢個任務交俾我得㗎啦，我會好好咁樣照顧佢哋3個。雖然佢哋咧都好唔成熟㗎，但係放心，有我呢個手法學院嘅領袖生喺度，有型靚仔，講嘅字正腔圓，成績又好，我一定可以幫佢哋成長㗎。我會一直監察住你哋嘅進步，之後會再同你哋隨時聯絡，萬事小心啊！收到，唔該。
I'm ready。你乜水啊？講錯。你以為你好好，你以為你係寶，但其實你好糟糕，我哋怕咗你先喺度。你自高自傲，淨係得憤怒，硬係逼人要跟你條路，其實根本冇人想跟你做。只會下來從來不識的我講，不知裏是折磨。要識醜化之後，我要衝出對手。我呢個名啊！你唔好做一錯再錯啊！錯咩啊？哦，錯在我太過信任你。明明係你自己唔啱，點解你唔自己反省下？仲要將個責任推卸喺人哋身上啊！我曾經真係當你係我好朋友，但係你唔好忘記，你而家所擁有嘅嘢應該全部屬於我㗎。我成績好過你，我表現好過你，我仲要係保羅校長最錫嘅學生，所以法治之星應該係屬於我啦。至多星嘅光芒，只要我哋反射佢光芒就得啦。但係我哋得4個人邊夠啊？有其他小朋友㗎嘛？有你哋喎，係小朋友幫手反射光線，邊一個係冇問題啊？咁多大人咯，大人，有大人。有啊，大人衰嘅，我哋就請呢位大人啦。係咪我啊？係咪我啊？你揸住乜嘢？仲唔係你？你準備好未先？準備好啦，要問咁一齊題。掌聲咁先好唔好啊？咁問㗎啦喎，聽清楚喎。嗱，如果小朋友你嘅好朋友考試出貓，你覺得應唔應該同老師舉報咧？好老實講啊嚇，呢條問題唔易答㗎，因為出貓嗰個係你嘅好朋友喎。嗱，要諗真啲啊嚇。如果你覺得我要話俾老師知，等佢可以改過嘅話咧，一陣間就幫我舉起你嘅智能手機，然之後逼佢啦。如果你覺得唔係，我都係要幫手隱瞞真相，唔好俾人知嘅話，就坐定定，乜都唔好做就得㗎。OK？準備3、2、1。哇！好多真空啊！啱啊！係時候啦，準備你哋嘅夜面卡，我哋一齊反射出敵人嘅位置啦！準備1、2、3。
特別係大家最關心嘅嗰粒法治之星。我知道我一定冇資格攞嘅，因為我喺整個旅程裏邊帶咗好多麻煩俾大家。不過，全靠咁多位同學喺個過程裏邊對我嘅支持同埋幫助，我先至可以安然咁翻到嚟。所以我應承大家，我之後唔會再蝦同學，唔會再犯校規，學識同人合作，互相尊重。我啊更加冇可能啦！我成績啊一般般嘅，平時啊最中意睇偶像直播同埋玩手機。不過喺呢個旅程裏面，我學識咗誠實嘅重要，我亦都會改善遲到嘅習慣同埋衝動性性格。我以後唔會再令到大家失望。我其實成個旅程都冇乜特別嘅轉變嘅，不過我最叻就係配合大家啦，同埋只要係正確嘅事就努力去做。我發覺喺平等無私嘅法治環境之下，我對自己更加有信心，因為無論係咩宗教、種族嘅人都可以發揮自己嘅才能。總之，我以後都會幫朋友講大話㗎啦，一定會堅守法治精神，平等無私。互相尊重，誠實守信，明法守法。各位同學，我係保羅校長，我宣布今屆法治之星嘅得獎者係。我知道，仲爭我未講嘢。有好多同學覺得喺呢個旅程入面，我嘅表現係最好，我攞晒4粒寶石，而且仲好似成為咗大家嘅領袖，帶領咗所有人離開無法成就。但係我並唔係咁睇。喺我嘅角度，我只係做咗其中一部分，或者你可以講我係做咗領袖嘅嗰個部分。但係冇咗你哋，冇咗大家好好合作，我哋根本冇可能完成呢個咁驚險嘅旅程。所以，我覺得冇人係最叻，又或者我應該話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好叻，因為要宣揚法治精神，最重要嘅係我哋每個人都做好本分，由自己開始，再向身邊嘅人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將正確嘅法治信息傳揚開去。開學禮之前，我成日都問，我想學習法律，究竟係咩原因？旅程之後，我終於揾到答案。